城报道体指数昨收盘67.87趴，结果台股今仔日受到影响，上价来到45819点。不管备战操演第3天，北中南拢有演训，今年9条也有新型武器的训练，同时考虑互退役的女性也来加入。台南一个有心的骑士，因为袂赴闪车跋倒的时候，后壁的汽车甲搞着，囡仔保无条，也让妈妈要咧加护病房。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看6月24中昼新闻，我是麦尚莹。先来关心一件意外，这是发生在台南市的北区，有一件连环车祸。这是一个有薪超过30礼拜的20岁的骑士，因为袂赴闪车去弄到头前的奥多拜全跋倒去，结果煞互后壁的汽车甲搞着。这肇事的驾驶是敢若小停一个人，就安尼随绕跑啊。病院是赶紧甲这个有心人紧急甲破腹，也毋过这囡仔要是保无条，也若现主是妈妈要咧加护病房。监视画面翕到路边一台轿车拍方向灯，要驶入去车道，头前细裤的查某骑士看到，连面向内边闪。不过对咧后壁有心的20岁姓李的查某骑士煞袂赴反应，直接弄起哩连人挂车摔去倒手边的车道。后一秒后壁轿车闪袂赴，车咧去搞到咧涂骹有心人，热心的民众看办事唔对，赶紧摕边仔的路障，避免救车去弄到。停路边也袂拍风灯，啊路边要吹也袂拍风灯，啊行啊外口出来就直接。所以嘛是拢会惊着对啊，即摆伫外口咧开车。也要惊死。一名怀有身孕女骑士沿西门路直行时，先与同向机车发生擦撞，再遭后方同向自小客车碰撞，伤者均送医救治，另自小客车驾驶于事故发生后离开现场。经通知后，已到案说明。代志发生在咧23暗时9点外，台南西门路4段发生连环车祸。65岁姓叶的查某驾驶搞到有心人，敢若伫现场停5至6分钟就注意走，警消赶到场，随甲重伤的有心人送去病院抢救。因为伊有薪超过30礼拜，状况真危险。随后病院紧急做破腹手术，较危险的是囡仔落尾也是无救回来。警方调监视器锁定车牌了后，咧暗时11点塞车驾驶才到警察局说明。胎儿起出的时候呢，已经是心跳停止，那胎儿也进行了30分钟的急救，但是病人胎儿最后还是宣告不治了哈。那大人的部分呢，经过急救过后有回到加护病房。那目前我们初步发现到的诊断，主要是双侧肺部的气血胸，还有肺部有挫伤。受重伤的这个有心人，经过手术抢救，目前也咧加护病房，也未脱过这劫。警方讲，这2个机车技师拢无驾照，驾驶并无食酒食毒的情形。警方后续以过失伤害和肇事逃逸等罪嫌，甲姓叶的查某移送法办，详细的肇事责任，佮爱个进一步调查。记者苏台南采访报道。另外一场意外是发生在高雄美浓要过三拿的月光山崩坑，昨下晡呢是来发生严重的火烧车，一台轿车唔知影啥原因是家己驶去弄路边，结果随爆炸导火。即摆规个原坑内底呢拢是乌烟，那轿车驾驶是袂赴走，所以不幸过往。目前警方要咧确认身份。崩坑内底规条轿车拢已经倒过，消防人员着急拍过，因为火烧车造成规条崩坑拢是乌烟。对面拢一头出动的消防人员拄好是风尾无再掉入去，路尾是斜对另外一头的崩坑口入去抢救。警方表示，轿车驾驶毋知啥原因，家己驶去弄路边，随爆炸导火，人走袂离，已经不幸过往。疑似因自撞事故后起火燃烧，火势控制后，车内发现疑似驾驶遗骸。为因车体烧损严重，身份及相关细节仍待后续鉴识单位进一步确认。目前轿车驾驶的身份佫需要等待确认。不只过这场崩坑的火烧车意外，因为烟筒后劲嘛造成一个骑奥多拜过路的民众吸互乌烟砸着伤。消防提醒，台湾的崩坑新型的两边边拢有逃生门，民众会当直接对遐走去崩坑外口。那亲像美浓的月光山甲基丁的贵港崩坑，都拢爱往相边的崩坑口去逃命。其中贵港崩坑中有开逃生门，民众会当对遮行过另外一项车道的崩坑口。隧道内底电管拢有税管中心。因来公布，指导咱民众看要安怎逃生。万不你也讲，伫逃的时阵，若较紧急的时，千万希望这民众你莫放现，就尽量往，看火你过你收，咱就为
伊的反方向去逃生。消防强调，崩坑火灾真危险，乌烟唔若影响喘气，也会阻挡视线。民众会当驱互家往事故的颠倒头去逃命，千万唔通因为好险，甲家己的性命安全放外挂。记者柯家驻区长高雄仓报道。再来看花莲万里溪水头是出现一个新的崩山湖，这水量呢有可能是有600万吨。行政院政委桂连成是提出警告，讲这崩山湖可能伫10天至20天内就会溢流啊。林保署是判断这水位呢应该伫7月12度的边啊。那这水尾的蔓延甲洪林是有38号已经列作是保全户，发布黄色警戒时就会赶紧撤离。直升机对天顶看，规片的山壁拢崩来，面积有45公顷，这么多土沙，甲溪流拢塌掉去。花莲的万里溪顶楼变做一个崩山湖，住伫下楼的民众会惊，会怕，真的很怕。就像我们这祝福这个全部，就是怕就是这样子。虽然林保署讲看起来暂时无危险，不过风台季节来啊，行政院政务委员桂连成也警告讲，崩山湖20天内有可能会满出来。它的储水量大概是600立方。600立方的概念就是大概600万吨，预计在10到20天之内会溢流。如果遇到大雨的话，时间可能更提早。林保署讲，崩山湖伫咧7月12左右就会到满水位，赶紧甲乡镇公所的官员开会，惊讲崩山湖到时若满载，甚至是崩倒去，下楼的万影乡甲凤林镇的民众真危险。所以万里溪两花50到300公尺拢列做警戒范围，万影有8户26人，凤林30户。主要的出乱撤离区域还是集中在林田山，因为那边是一个比较河段狭窄的地方。另外，针对像长桥里、凤信跟三星里的部分，影响的民众并没有很多。第8岭那边的跟第6岭的，还有面对中央山脉的堤防的左侧那边有一些族人，包含都在里面了，就全部都给我离开了。若是发布黄色警戒，就会强制疏散撤离保全户。林保署讲，崩山湖伫咧中央山脉较深山的所在，溪谷正惊，人甲机具拢真歹入去，无法度对坝体做处理。另外，铁路桥梁加万里溪桥这款设施也受影响。我们会配合它的一些预警，不然说跟马太溪一样会有黄色警戒跟红色警戒报。那我们该怎么样去配合？我们都现在目前也成立群组。实在太深山，没有路到达，也没有任何讯号所以而且它地形陡峭直升机可能也没办法垂降，也没办法吊挂。那这样子的情况之下我们会看看用什么样的方式来做最好的一个监测。万里溪下楼的爆发已经有派机具入去，加爆发加悬固定清河层的土沙，一个铁路路线的规划，所有防灾整备拢伫咧进行。对崩山湖的威胁，各单位拢正注意。记者综合报道。经济消息来看，在美国费城半导体指数昨收盘是落7.87%，结果呢嘛影响到台股今仔日上价是来到45819点。台股今仔日早盘是落1000多点，上价来到45819点。台积电呢嘛对咧盘价上价呢是来到2405块。要那下股呢其实趋势是无啥共款的。韩国的盘中是有起超过4%，要那日本是有起有落安尼大震动，上价来到69113点。来看台股即几日安尼，这行情是袂歹，所以一寡投资客是安尼想空想芳。譬如讲用这储贷款，也是讲信用贷款等等的方式，想要趁这个势安尼加减好寡钱。金管会是表示讲已经有设2大监理红线，只要有达到线，安尼就有可能来启动专案的调查。目前这个人放款呢，虽然是有增加，也毋过要算合理，并无出现异常的状况。台股加权指数继续滚动震动，部分投资人为着要较紧赚到钱，以厝贷、信贷的方式落较侪钱入去股市，拖出世代动荡的现象。金管会表示，已经设立业务成长异常甲风险指标明显变化2条监理红线，未来只要达到线，会随时启动专案检查。因信贷的额度核给受限于刚才提到的 DBR 22的规定，那且银行也建立了相关风险控管的机制。
那银行的承担风险应属可控。就是咧惊贷款的资金留伫股市伤济，金管会提出上新的放款数据，到5月底，本国银行放款的总额是47.35兆，个人放款的余额是22.46兆，占总放款的47.43%。单月增加1990亿，啊那民营企业放款余额是22.31兆，占总放款47.12%。单月增加3006亿，显示放款的成长动能也是以企业投资、生产和营运周转需求为主。进一步分析，5月个人放款情形，平去年同期单月增加2990亿，次贷一年增加4830亿，信贷一年增加758亿，车贷一年增加175亿。目前无看到异常扩张的情况。的确是有增加，但我们觉得是一个合理的一个合理的增加幅度，就是还不到我们的这个认为异常的这个指标值。4贷全开的状况呢，的确会引起当股市如果在大幅修正的时候，的确会引起市场的担忧，甚至会有所谓断头的可能性。金管会强调，目前会以例行检查掌握4贷动荡的情况，加上4贷动荡中的次贷理财周转金、股票担保拢受到债务比的限制，银行的管控避免定用免上卡的风暴。记者综合报道。那新青安政策今年7月底就要到期啊，拢总是有携带12万外户。不过，所有民间团体是认为讲，目前这新青安政策是无一定会当帮助到真正有需要的人。有学者是建议，这政府会当结合着鼓励生囝的政策，希望会当成做未来调整的参考。政策才有用。立委甲学者做伙呼吁，希望政府未来推出新青安2.0的时，会当调整申请的资格和补助的内容。有民团指出，目前推行的新青安政策，资格限定上过零，无限制年龄甲收入，年收入超过200万，佮摕到补助的，就有18000多人。另外，政策嘛无规定爱头一摆买厝的人才有资格，无一定会当帮助到真正有需要的少年人。超过50岁以上拿到新青安的有6700人，请问他们是青年吗？因为我们叫新青安，好，你名下没有房子就可以来借的，我们没有任何的排户条款。我们也不管说你买的房子会不会超过你的负担能力，这完全不在我们新青安的讨论范围。民团建议政府要针对年纪和收入的资格有较严格的限制，嘛要针对民众的收入限制贷款的总额，避免民众买超过会当负担的厝。学者嘛呼吁，应该把补助的内容结合鼓励生囝的政策，减轻民众饲囝的负担。国家鼓励婚育，对不对？那鼓励呢，真正的首购。你一定要锁定特殊的身份族群，跟你的某些国家政策是符合的。立委嘛讲，因会参考专家学者的建议，甲政府共同推动调整了后的新青安2.0，甲钱开伫对的所在，嘛互新的政策会当真正实现依主正义。记者桂宗林、贾桂林台北报道。国军备战操演今仔日已经是第3天啊，北中南拢有演训。陆军53工兵群的今仔日早起是伫淡水河，利用这 M3的铺门轿车来设3道阻挡的设施。也那海马斯特工火箭，这届呢是头一届来参加中部地区的备战操演，展现高度的机动性，演练战力保存。载满油桶陆军53工兵群驶 M3 铺门轿车落水，国军即时备战操演第3天，换工兵出表现，2时早起8点，伫咧淡水河口演练，甲敌军炸落来。防范共军从淡水河口长驱直入，直捣台北的震惊中枢。陆军53工兵群在淡江大桥及关渡大桥一带架设了3道的阻绝设施，要迟滞共军的犯台行动。2架 M3 铺门轿车拢在油桶结合更气位的普动平台，也有官兵坐塑胶船炸希望啊，岸顶是有英号战车在看顾戒备，工兵群伫淡水河安排3抓的防线，目的就是拍乱中国军犯台节奏，阻止中国军的气焰军团突击品发动突击，冲入来台北市的市中心。那专家建议，国军会在伫淡水河加入无人机旁群的作战。河道上的各种障碍物就是地面上的布雷哈。那敌军的话一定要增加破障跟除雷的时间嘛。那其实这个时候呢，河道两岸其实不用在附近啊，甚至呢你远在圆山饭店就可以起飞自杀无人机攻击随便。6台海马斯德港火箭规大阵为营区出发，出现伫台中的街仔头，有源头打击能力的海马斯是中国军头一个攻击的目标，所以陆军第5作战区就咧演练战力的保存，互部队会使熟悉战场的环境。这嘛是海马斯头一届参加即时备战操演，
每一台车拢放伫咧无同的所在，像讲藏伫咧人兜的仓库，比较好势，互敌军的人找袂到。咱国军安尼有进步啊，啥武器啊？有啊，旧年啊，应该旧年对。嘛有来甲你照着地。另外，海军海防大队的行防飞弹车去用看到驶离开左营的军港西战术的位置，海军陆战队的悍马车、军用卡车是驶转去左营的基地。国军透过即时备战操演，提升部队快速反应的能力，应对各种的状况。记者综合报道。中国的福建号航空母舰呢，昨暗时软过咱的台湾海峡，国防部就随公布监控的画面。即马面对这台海的局势，今年新设的教条呢是有加入这无人机、甲海马斯等等新型武器的训练。同时，咱国防部也建议讲，要让这志愿役退役的查某官兵也来加入后备的教条。相关的草案目前还在审议。面对敌情威胁的快速变化，为着提升咱国动员义警的整备时间，国防部今年开始全面实施14天的后备军人教育调集，正式取消过去参加一届14天会当拄2届的举办鼓励机制。照现行法规，以4届为限来算，等于讲若是逢点好点满，教育调集上侪会当到56天。若无人机等新式武器的训练嘛，以官兵归原位的原则正式纳入课程。所有兵种回去用教招等去。拢会摸到无人机嘛？对，2个小时。 2点钟给他介绍无人机、搞遥控飞机也无讲了，差不多啊个。各军种可能编的时间是不一致的。国防部最近也研究修法，要将理性后备军人纳入后备役的管理甲调集，不过说互外界解读做全体理性落来教育调集，各立项也赶紧培会。民众误以为说全国所有女性都要纳入教召的对象，实际上并没有嘛。我们现在又没有对女性要服义务役嘛，所以女性会变纳入后备军人编号，一定是她自愿。目前这是国军的即时备战操演，23伫台湾海峡检核中共上新的航空母舰福建号通过，军事专家研判应该是完成伊后续的舰体甲装备的调校工作，准备赴南海部署。它在飞行甲板上面并没有部署任何的军机，那很可能就是到南海再跟它的海军航空队的歼15。以及歼35进行这个编组，进行另外一端的组合训练，这是它可能的动向。相对的，中国的辽宁号航舰日前也结束在台湾东南部海域跟菲律宾海之间的演训，北返华南的基地。这显示中国的航线战斗群已经日趋成熟。国防部表示，相关动态拢有充分掌握。苏志云提醒，中共伫西太平洋甲印度洋的部署，互各国高度警戒。目前联合其他的民主国家形成海上的共同安全网，已经是重要的关键。记者综合报道。来看美国参议院是以50票赞成、甲48票的反对来通过一项共同决议案，是要求这总统川普来撤回所有参与伊朗冲突的美国部队。真大家注意的是讲，这场表决呢，其实有真侪共和党的议员走票去。虽然讲白宫是表示讲这项决议是无法律约束的能力的，也毋过其实对总统川普来讲，恐惊已经造成真大的压力啊。美国参议院23以50票对48票通过一项共同决议案，要求总统 Trump 撤回参与伊朗冲突的美军部队。And this is the 10th time Democrats have forced Republicans to vote on a war powers resolution to end the war. 这项决议伫咧6月初已经伫咧众议院通过。自1973年战争权利法立法以来，国会两院头一摆斗阵通过共同决议，要求总统撤军。值得注意的所在是，伫咧这摆表决，拢总有4个共和党的参议员甲民主党徛共平投赞成票，也若民主党嘛有一个人走票投反对票。提案的参议员凯恩就直接讲，川普政府最近已经甲国会申请关闭800亿美金，大概是2.5兆台票的紧急预算，用来补充2月底消磨的弹药库。所以国会有义务大党重新审视这项军事行动。I think is significant and telling of the political moods, but it is by no means going to actually lead to, in my view, legislation that can override a very likely presidential veto. 这项决议对川普政府来讲，恐惊是完全无啥准文。白宫发表声明，这个案件是属于共同决议案，根本就无需要总统签署，所以伫咧法律上未需是废纸共款，无法度强制行政部门来执行。But as you know, we just achieved a historic peace agreement with
Iran to end the conflict in the Strait of Hormuz. 虽望 Trump 讲，美已经确定和平备忘录，不过若是伊朗官方讲无答应接受全面的核武检查，双方即马阁为着荷姆兹海峡未来敢要征收海事服务费，状况阁硬冰冰。No country is allowed to charge tolls or fees on an international waterway. 美国国务卿鲁比欧紧急出访中东盟国，警告伊朗袂使伫咧国际水道收钱。Trump 这个和平备忘录，敢会当真正甲冲突结束，互国际社会真关心。也那联合国国际海事组织 IMO 已经正式启动大规模疏散计划，准备甲调伫咧荷姆兹海峡1万外的军员，还有几百只的民用船只，赶紧撤离。公司新闻4派选编译。来看目前根据这联合国的统计，伫咧东南亚这诈骗产业呢，逐档的产值是有1条4000亿的台票。就算讲这泰国伫咧去年有大规模扫毒的行动，有救出5000个人，也毋过人权团体是统计讲，目前其实也阁有差不多5300个人是受困伫咧诈骗园区内底。总部设在泰国人权团体人口贩运受害者公民社会网络因上新的统计，目前有大概5300名的诈骗受害者，互人绑伫泰国甲缅甸边境的诈骗园区。人权团体发文呼吁警方要赶紧行动。人口贩运受害者公民社会网络的批信当中，讲到目前伫咧诈骗园区的受害者，包括1006名的中国公民、200名的缅甸人、20名的泰国人，各来自菲律宾、台湾、马来西亚、巴西、罗西亚，各有真侪非洲国家的公民。这受害者伫咧严重的威胁之下，互人逼做诈骗，若要达成目标，就会向虐待。So to get people in a place where they are able to create fake relationships and steal money from people, oftentimes violence is used. It's a horrible jail-like situation for the humans inside these compounds. 人权团体指出，目前也有大量受害者去用关伫缅甸民兵控制区的4个诈骗园区，也有外界要救人是更加困难。泰国去年主导区域联合行动，对缅甸米瓦迪地区大型诈骗园区救出5000名受害者。外界看作是东南亚这几年来规模上大的反诈骗行动之一。不过，诈骗集团真紧就调整方式，依靠民兵武装庇护继续运作。根据联合国毒品甲犯罪问题办公室上新的报告，敢若是缅甸边境的诈骗园区，每一年骗人的不动所赚的都将近5100亿个台票。若是搁再加上缅甸、柬埔寨、辽国在内湄公河地区，就要到1.4兆，相当是全世界毒品买卖规模。公司新闻景元庆编译。继续等来关心咱国内这一关数是来公布新加一个官列啦带病入境的案例。去年这个个案呢是要去到巴基斯坦伫当地去感染着，今年1月等来到台湾，也毋过6月煞又搁发病，目前人还搁咧住院。另外，这国内呢冒出现这3冬来头一个本土的落透症的病例，这感染来源还搁爱调查。国内出现今年头一个本土落透症的病例，个案是南部一个70多岁本国籍的女性，6月初开始会闹、会喘、阁会爱困，住院治疗，经过排泄物的检验了后，确定是去为着3毒性落透症的病困。当前的患者若无随治疗，致死率可能超过50%。加在个案已经复原出院，目前接触者6个人拢无症状，感染源还要厘清。这嘛是3年来国内头一届有本土落透症的病例。它除了有持续性的一个腹泻，有意识不清，它还有急性的一个肾损伤的一个症状的一个出现，所以还是要提醒民众要避免生食，尤其是要避免生食的海鲜。另外嘛，新增加一个马拉利亚带病入境的病例，是一个20多岁外国查甫人。去年伫咧巴基斯坦的时阵，捌去挖着马拉利亚。今年1月底来台湾，6月初因为发烧佮吐，去互医生看，采检了后，确定是马拉利亚其中的一种，号做冷日热。即个又佮反酷，目前伊拢知影人，正咧住院治疗。疾管署推测，这个个案的反酷的原因，真有可能是进前无完成全部的疗程，马拉利亚的原糖长期藏伫伊的肝内底，佮去互活化，才会佮压起来。早期的症状包括发烧、头痛、肌肉酸痛、恶心呕吐或是疲倦等等的。如果没有及时治疗的话，严重可能会导致器官衰竭、昏迷，甚至是死亡。因为休热是出国旅游的大月，疾管署提醒民众，若要去非洲、印尼、巴基斯坦等马拉利亚较会畏团的所在，至少伫咧出国进前的1个月去旅游医学门诊咨询。而且照医师的指示，为出国进前、出国期间一直到出国了后，拢爱持续食预防马拉利亚药啊。
另外，水若无过咸过，唔通啉，嘛爱有好的卫生习惯，接洗手，降低感染的风险。记者综合报道。来关心劳工的权益，这工课场霸凌防治新制呢，7月1日就开始施行啊。有设这霸凌认定的原则，雇主是爱采用这防治措施等等。不管公司大间也是细间，拢爱有这霸凌防治甲处理的措施。超过30个人以上的这公司，都爱有申诉的管道，也有处理的单位。也若100个人以上的，也就爱有申诉调查小组。工课场霸凌防治新制度7月1日正式实施，公司无论大细，拢爱有工课场霸凌防治甲处理的措施。只要有申诉，头家拢爱启动保护甲协助机制，按规定调查或者是协调，袂使放外有在代志发生。而且企业规模愈大，都要建立愈完整的制度。那100人以上的事业单位，它必须要成立调查小组。那刚刚也有提到说，申复的一个机制，要求事业单位必须要有一个申复调查小组。若处理的期限，员工30个人以下的，接到申诉3个月内爱决定，若有必要会当延长1个月，期限上长是4个月。若100个人以上的，上久爱伫5个半月以内决定。劳动部表示，这个时间的规定拢是上限，无希望头家人就安尼就来拖刷。更重要应该在做预防，比如说绩效管理要目标设定非常清楚，跨部门沟通协调要非常的顺利，就可以避免很多的误解跟冲突。工课场霸凌要安怎认定呢？亲像同事主文加牌无出招，伫工作群组黑白讲同事的歹话，甚至下班了后，主管还阁传信息要求爱处理工课的情形。要看他有没有这个及时回复的必要性。主管用留言的方式，请他明天上班日再处理就好。还是类似像是那种夺命连环扣的方式，逼他必须要接电话，然后立刻处理这种就是稍微不紧急的事情。企业本来就有很多管理，所谓不当的管理有没有到达刚刚提到的逾越的他的职权的一个必要性跟合理性？这案书指出，工课场的霸凌爱共一个时间符合5项条件，而且经过调查的程序了后，才会当认定5项条件包括发生伫咧劳动场所，而且伫咧执行职务的过程，利用职务或者是权势，行为超过业务必要而且合理的范围，毋若一概或者是持续性不当的言行，致使劳工身心的健康受到危害。记者综合报道。再来看立法院今仔日是来讨论扩大育婴津贴，这条业立委呢拢有为军公告来出声。因讲算起来，其实一寡基层呢领到的这津贴比因基本的工资要搁较低。曾树波是表示讲，未来会明文来规定，由这政府主管机关编预算来补这个差价。少囝怀危机即马是哪来当严重？为着要鼓励人生囝，行政院拍拼修法，按算要来推出饲囝大礼包。立法院针对育婴流程，也有扩大津贴开始讨论。朝野立委一困头提出真侪的修法的版本，希望会使互政策更较周至，互大家会当安心饲囡仔。除了亲生爸母以外，立委就咧关心收养的家庭敢有包括在内。请问你们这个发放的对象有适用那个收养的家庭吗？经过法定程序收养的，还在规定范围内。毋若收养家庭的权益爱国，有立委嘛为第一线基层来发声，亲像军警校，也有老师甲公务人员，即马拢足欠卡手。少囝怀背后代表的有源是工课场待遇的问题。基层的公务人员就真无来讲，就算讲想要请育婴流程，毋过想到迄块定定咧欠人，也有来自同事甲长官压力，甚至爱烦恼讲请假转来迄块反正就无伫咧了。更较心酸的是，有一寡基层算落来领到的育婴津贴是比基本工资更较低呢。有些基层同仁领到的津贴，甚至比基本工资还要低。那我想请问我们的考试院跟铨叙部这些问题，你们是否有掌握？可不可以研究一下民主国家的公教人员育婴留停的津贴计算方式？那希望评估不低于一般劳工的可行做法。就我们这次修的法里面就明文规定呢，未来的投保的一个金额不得低于，就是如果你是低于最低工资，就是以最低工资算，主管机关来编预算来补差额。这个公保法修法草案的重点包括申请育婴流程的时，这个子孙年岁上限的提悬。第二是放任爸母请领限制，未来爸母双方拢已经领满6个月津贴，会使搁加请3个月。第三是育婴津贴甲最低工资中间的这个差价会甲保护到。那么这个草案已经伫6月15送行政院所落来，会赶紧函送予立法院来审议。记者综合报道。
来看连锁的烘肉店，就这样子烤吧。伊去年呢是开始有真侪分店安尼收起来，但即马敢若剩台中的南屯一间店面尔。也毋过即马所标出因有拖货款，也佫有欠人薪水等等的证据。台中市府有证实讲，这劳资证据调解呢，业者拢无出面，所以有开罚34万，也呼吁这受害者会当先甲劳保局来讨薪水。店员伫内面的备料为下晡营业做准备。有名的连锁烘肉店就这样子烤吧。去年有侪间分店结束营业，现出时敢若剩台中南屯这间分店还搁咧营业。不过有侪名离职的员工甲合作厂商指控，去年7月经营权换手了后，一直发生拖欠汇款甲员工薪水的争议。去年起，7月底接手，然后到现在这样。团队进来接手之后。货款都没有付啊，就变成后面是只有还几万块，还有10几万。业者烘焙因是经典的台式烘肉，并且搁捌公告新的营业团队进驻，欢迎消费者过来用餐。台中市劳工局证实，这个业者对去年底开始已经有18个员工因为欠薪水甲资遣费，申请劳资争议调解，不过业者并无出面，所以已经有9个人提出申诉。今年4月，南屯店互人劳检确认属实，总共裁罚业者34万。劳工局在去年底跟今年初有陆续收到9位劳工的申诉，那申诉内容主要是工资未全额给付以及资遣费。那本局也都已经派员实施劳动检查，并依法处分在案。业者并无对外回应。台中市府强调，实际受影响的劳工人数甲所欠的薪水，也搁咧调查厘清。业者总公司在地主管机关台北市政府嘛，已经伫今年2月做出停业事实的认定，互人欠薪水甲资遣费的劳工，后续阁会当向劳保局申请工资垫偿。记者综合报道。来看一件车祸意外，这是发生在新北市邦桥，在今仔日透早8点外时，有一台台北客运的公车在转弯的时呢，去弄到新北市议员参选人周伟汉的老母。这个老母送病院不治死亡。业者是表示讲会负这赔偿的责任。也那肇事的54岁姓谢的司机是照过失致死罪嫌加以侦办。一个查某人则拄踏起哩过路线，原底停立的公车向起步向前，直接弄起哩。过路人掉伫咧桥骹，已经无喘气心跳，经消紧急救援，送去病院抢救了后，要是宣告不治。有很多那个消防车跟救护车而已，我不敢看啊。不晓得怎么样也不知道，这警察在那边要救他出来啊。在底盘下面。严重的车祸伫咧新北市板桥发生的，一台台北客运公车，也是透早8点外，伫咧北门街挖平的时阵，才造成死亡的事故。起红龙的亡者是新北市议员周胜科的情某，嘛是新北市议员参选人周伟汉的老母。他虽然有左边没人，右边没人，他有确认的，有落实停车再开，只差确认，他只是也没有注意右后侧的方向又有行人走出来。肇事的驾驶经过测验了后，无啉酒驶车的问题。客运的业者就讲，会甲赔偿的责任担起来，而且佮说明，这个驾驶已经做22档，平常时表现拢真好，工课时间佮休困的时间拢真正常。毋过这回有先停车才佮开，完成制裁确认，也那警方会甲规个案件向过失致死来侦办。记者综合报道。新竹县才拄启用的空中网球场呢，互人发现这防护网悬度是敢若4公尺尔，也就是讲这球若着拍悬，安尼就会去卡着，而且这球场涂骹嘛无够平，有可能会害人滑倒。即马县政府是回应讲，会请这运动团体也佮有专家做伙来讨论要安怎调整。球擦拍出去，就卡到顶悬的网啊，互民众拢袂当好好啊拍球。有民众表示，这个网球场毋但悬度有问题，连涂骹也无平，民众就烦恼可能会害人绊倒。然后甲球牵对涂骹，球嘛弹袂起来，可能会影响到比赛公平。我不会跳起来，完全不会跳起来。这种只要里面有一点点，它就可能会影响，所以比赛的话，这就有公平性的问题。这个地面是凹凸不平的状况，仔细踩下去，里面都是空心的。现场的球友也反映，像这样的一个贴面不合的状况，使用上很有可能会有摔倒的状况发生。这新竹县府开1700万起的第一座空中网球场，就设伫运动中心楼尾顶，原底是可以伫顶头架网啊，互民众拍球较袂热，来当防止球落到外口。即马却因为悬度干那4米，球若留啊拍较悬的，就会卡到引起批评。在增设围网以及上方的防护网的时候，那我们会是考量到使用者的安全及周边人车的安全。那针对于球友反映说，
它的高吊球不足的部分，那县府这边我们会再邀请相关的单位以及相关的专业人员来进行现勘。公表示会针对网仔关度，搁再调整涂骹部分卖者厂商店铺，完成修复了再搁对外开放。记者杜君和新潮报道。这社群平台诈骗的手路是真多，最近呢是传讲这拉拉山水蜜桃已经败市啊。桃园市政府是严肃来说明，讲这是诈骗，而且是不实的谣言，所以呼吁民众唔通点这不明的链接，才袂互人怪去。规排旁边把水的水蜜桃，看到足惊人的。桃园拉拉山水蜜桃当着时，逐粒拢是农民的心血。不过最近网络社群平台所传出拉拉山水蜜桃因为大出，结果败市的消息，爱民众支持农民。原来这款诈骗的步数，农民感觉足无奈。诈骗的话当然不接受，因为1盒150，你根本就不付成本，你就已经可能你是倒贴在卖，不太可能是这种滥卖。对，因为水蜜桃它确实是珍贵。所以今年有滞销跌价的状况？没有，而且今年没有很多没有说特别多啊。农业局澄清，水蜜桃的订单稳定，而且继续在成长，市场拢真加热。针对网络败市的假消息，已经甲所违法店铺网络诈骗通报查询网通报，而且已经受理。呼吁民众唔通相信来源不明的资讯。除了农产品以外，桃园儿童艺术节嘛起哄正名，不明的人士伫咧社群平台打讲要请活动现场的工作人员，而且阁有不明的连结，互民众点入去填个人的资料。近期诈骗集团常常利用政府的相关活动去进行民众各自的收取相关的诈骗的连结，就民众千万不要轻易的点进去。本土局表示，已经检举这个大文嘛报案所尾会继续追踪处理的进度，嘛呼吁民众都要认明官方的管道，唔通黑白点，若无会起哄骗甲空空。记者综合报道。再来看台南的山影正当咧大出，今年这产量呢平永过是加3成，所以这绩效也真好价。农业部是拍开这个通路，内销甲外销拢总有。当然，韩国呢甚至搁甲咱山影这进口关税对30%降到5%，目前这出口量已经超过1200吨。采做地爱文黄建银个澎公公国内主要的产地台南山影上市下到8月底，今年山影大出产量比前几年增加3成。上大的消费市场邦桥区农会早起也特别办展售会，农业部表示，今年的绩效甲山影同款甜蜜蜜。大概今年更亲民大概只有去年的4成到5成的价格。为着要稳定绩效，农业部启动各通路的促销，今年继续开拓海外市场，亲像销往法国巴黎超市的山影。逐粒拢青一青高把水，一粒会当卖到2000块遐尼济。外销的量虽然是无济，不过地方农会嘛是真欢喜，会用行向世界。咱要去法国巴黎，就要用坐空运的，空运的运贵，毋是农民会当负担的。咱政府有先买补贴我小我运费来推去法国，这是善意美意。青年农民嘛是真欢喜，不过希望除了爱文，农业部嘛会当协助金红、玉文等等其他品种的山影开拓能见度。各项农产品都是很优秀的，不要只有爱文，那我们其他的品种也可以稍微来推广一下。嘛有声音质疑销往巴黎山影爱靠政府运费补助，若无山影空运费伤悬，根本袂好，农民也袂当享受到利润。对此，农业部是表示，开拓任何的外销市场，爱付出真侪心力，毋是话要卖就会使卖。做生意无遐简单呢。不是讲我今仔甲车过，就去卖啊呢？不是呢，爱先跟对方的国家谈判，检疫条件可不可以？可以的话，我们才出得去。那不是出得去就可以卖呢？要跟对方的这个商家要讨论。今年韩国嘛，予台湾山影关税优惠，一直到8月中为30%降至5%，目前外销量已经超过1200吨，关过去年的836吨。不过，若甲中国比，目前台湾山影外销量会当到9000多吨，嘛是差大码。农业部表示会继续开拓其他海外市场，今年的目标是2000到3000吨。记者综合报道。再来看这台基路亲子乐团进前是有开放授权因的音乐，或者老师呢会当伫教育现场会当来使用。拜三伊嘛去到新北市邦桥的文德国小来办一场音乐会，透过唱歌甲跳舞，或者的囡仔会当用轻松的方式来学台语。表演者若跳舞、若唱歌，用简单的歌词，甲生活中有关礼貌的代志唱做歌。一条台语囡仔歌合作会室内，囡仔听甲耳仔拍拍。
拜三台语路亲子乐乐团来到新北板桥文德国小举办音乐会，学生囡仔嘛听甲真欢喜。大家会当跳舞，搁会当唱歌，足欢喜的。不过学校若要伫上课时补上音乐辅助教学，常常因为歌曲版权唔敢使用，嘛有老师希望通提供组织管道，互因有汰选好势适合囡仔的内容，互学校通安心使用。有台语路亲子乐乐团甲几若个囡仔歌创作者决定授权囡仔歌，互学校毋若有适合的内容，嘛希望教育现场会当安心使用。譬如讲，感觉有诶什么宗教的啊，还是政治立场的啊，还是什么，还是讲迄一寡语言，较深色，无适合囡仔知影的。做这囡仔歌，就是希望会当互较侪囡仔会当接触到台语，互加做因生活的一部分。所以阮嘛会试过去表演，像今仔日来到这，就是希望会当甲这囡仔歌唱互较侪囡仔来听。台语路亲子乐乐团表示，后续也会甲其他学校合作办音乐会，毋望囡仔自细汉就接触台语，对家己的语言甲文化产生认同。记者郭金王之讲新北报道。国家铁道博物馆是来推出铁道诗人金莲的特点，伊是台湾本土诗社、历史社的一个发起人之一。因为伊伫个彰化车头的电报社咧上班，即摆特点呢，毋但是有展出伊进前的手稿、甲相片等等的文物，同时嘛有设置无数必备的设备，互民众会当来体验。一张搁一张围起的手稿，是铁道诗人金莲伫彰化车头做电报员趁值班有闲的时，用电报纸后壁边写诗甲排解。这珍贵手稿是国家铁道博物馆6月23推出的铁道诗人金莲特点的内容之一。金莲伫1928年出世，直到85岁，本名号做陈金莲，是为日本转换到华文创作下语言变换时代诗人之一。嘛是历史社的发起人之一，对下语言世代的作者来讲，用七分的华文写诗是真大考验。咱后代遮的人呢，看着讲，一个真虽然无啥物学历的人，但是伊会当因为拍拼、读册发表伊的诗作，发表伊的文章。语言作为思想表达的工具的语言，变做日文，变做中文嘛。这个对诗人是足大的考验嘛，因为诗人的武器就是语言。所以你要转化这个语言，所以伊变做真慎重。官方讲，即摆金莲特点毋但会当看到文物，嘛有设阅读区甲影片，甚至讲无需必备设备，互民众体验过去铁轨路通行的方式。官方讲会举办铁轨路金莲特点，是要互民众重新认识这个台湾重要的铁道诗人。其实铁道这个载具承载了很多国人共同的记忆。不同世代的记忆，但是他是一个铁道诗人，很容易的就把刚刚我讲到在场在听在看幻化写作成他的创作的感情跟作品。去年金莲的家属甲金莲手稿、相片等等文物，计共1377件，捐予国家铁道博物馆，才有一届展览。特点按算办到12月，官方讲即摆特点毋但呈现铁道诗人的生命故事，透过文学甲铁道历史，嘛带民众看到铁轨路甲时代进程。记者郭金王志光台北报道。来看欧洲最近的天气有影是热甲冻袂调，伫法国呢有一半以上的地区即嘛是发布红色警戒。FLT 塔也有罗浮宫也提早来关门。另外，伫意大利呢，即嘛有15个城市是发布红色警戒，部分地区已经超过40度。另外，伫即个北欧的瑞典、挪威也有芬兰呢，是因为较往北边，所以天气加较凉，有大量外国旅客拢走去遐度假。受到极端热影的影响，较早伫夏季旅游的大月开放到半暝饭店的埃菲尔铁塔，23宣布提早伫下晡4点休困。较早是客满人潮的排队地点，但煞剩无几只鸟，真侪远路来的外国游客感觉有一点仔失望。I got tickets 2 months ago for the Eiffel Tower. We're going to go to the top floor today at 2 o'clock, but then they canceled all the tours 1:30 and after. 法国23创下1947年有史以来上热的下晡甲暗暝。气象预报员指出，全法国一半以上的所在，总共54个地区，互人列入于红色警戒。当年的罗阿尼河虽往设立禁止游泳的告示，不过也是有民众为着要避热来落水，嘛定发生有人渡水的事件。对6月18热映开始，已经有40个人不幸河水淹死。极端高温嘛会刷到拜6礼拜，高温会维持伫个40到42度，暗时嘛是同款翕热。巴黎市
市府宣布秀峰区公园要通宵开放，和民众纳凉。Il fait très chaud, on a un peu à la clim, on a un pauvre ventilateur et donc on a attendu 21h qu'il fasse un peu meilleur pour j'avais tout préparé à manger pour là des 3 prochains jours. 炎热天嘛带动电风大卖，巴黎一间电子产品大卖店，但要介绍的人客是差不多一人拢摕一台电风，冷气机是袂甲拢欠货。伫英国伦敦一间百货公司的电风甲降温的商品，同款拢卖甲无够。This week we're plus 50% off across our fans and cooling range, and they're literally flying off the shelves, no question. 这波的极端高温冲击到中南欧的传统观光业，嘛意外和北欧成做热门的漂热新热点。根据挪威创新署的调查，去年热人外国游客内面2成是为着要闪避极端高温来的，来自南欧的游客比例阁高达4成。世界气象组织警告，欧洲反烧热的速度远出世界平均2倍以上。这种向北甩的旅游新现象甲极端气候，当咧大大改变欧洲人的下跪生活。公司新闻张淑芬编译。另外来看，在意大利阿马菲海岸呢，捌互人号做是人间仙境，也毋过因为这游客实在伤济啊，已经影响到在地人的生活。而且其实大多数游客呢，安尼上翕翕的就走啊，观光的经济效益其实嘛无介大。伫咧意大利阿马菲海岸，瓦山靠海，设置真济，袂输是电影的场景。毋过行入去巷仔内，迎接游客煞是另外一个景象。下个楼梯甲巷仔，观光客是可。以瑞德之城出名的波西塔诺，居民敢若4000人。大过时阵，一天上悬有25000个游客。因为人潮受济，在地阁要设立英语、意大利语的双语标示，要求行人往正边行。Il problema del sovraffollamento Positano in quel determinato momento si crea proprio perché si sta cercando di incentivare tanto il turismo mordi e fuggi e questa è una cosa che non deve succedere. 在地业者就指出，虽讲游客是点点，不过无一定会开钱。Logica del selfie, della ricerca di una bella immagine da postare sui propri social e questo poi porta a tanti movimento escursionistico, ma poco poi effettivamente che resta sul territorio. 观光虽然当互钱赚饱饱，不过嘛互生活空间真侪压力，市府就真烦恼，游客若是伤济，会互居民足受气。搁较互地方政府头壳痛的是大型的邮轮，逐工拢有真侪来一个就离开的旅客。面对这个观光的问题，阿马菲海岸正咧推出更较慢、更较深度的旅游模式，希望会当甲人潮飞去小月，也是附近的山城，嘛互更较侪观光的收入真正留伫咧地方。不只个当社群媒体、邮轮观光更较文化，会当互遮愈来愈强、愈来愈侪人。不过，嘛会互这款压力底甲袂喘气。真是成也萧何，败也萧何。公司新闻林义主编译。要拿下晡晡的天气，稍后咱继续甲时间交互糖啊。今仔日台湾各地还阁有平乌，金门也是好天济云，高温烧热，东部、东南部地区甲马祖会落一寡短暂阵雨，过到各地山区。甲南部地区，嘛会有局部短暂雷阵雨。以上就是这个中岛新闻，感谢你的收看，明仔载同一时间咱再相会。